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聞快快脆。熱水器疑似漏電奪命，46歲護士觸電身亡啊！哇，呢個年代仲有呢啲嘢啊！哇，非常危險啊！之前呢，其實我哋有睇過㗎，香港有啲劏房，一啲無良嘅業主裝一啲唔合規格嘅熱水器，漏電啊！係電到一個年輕嘅男女咧，係有打冷震嘅感覺啊，已經係直頭喺度痹晒啊！哇，好危險噶，其實係死得人噶吓，同大家講一講啊！嗱，浴室有5樣奪命嘅招式，係唔係5樣防浴室奪命嘅招式啊？大家可以注意學習一下，好嘛？一齊睇睇呢個危急指南。唔該晒主持人，喺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46歲護士家中沖涼觸電身亡，疑電熱水器漏電奪命，浴室潮濕，用電要萬分小心。各位觀眾，馬來西亞發生一宗觸目驚心嘅家居意外，一個46歲護士喺屋企浴室沖涼期間，懷疑因為電熱水器漏電觸電身亡。屋企人發現之後緊急將佢送院，可惜返魂乏術。事件引發外界關注電熱水器嘅安全問題。浴室係長時間潮濕嘅密閉空間，任何一個用電隱患都可能奪命。內地中央廣播電視台曾經列出5項使用電熱水器嘅安全守則，包括定期檢查漏電保護功能、沖涼前先切斷電源、唔好購買劣質產品等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講解呢5招防浴室奪命要點，仲有網民嘅熱烈反應。先講返呢單悲劇。事發喺4月13號，馬來西亞吉蘭丹州46歲護士哈比比胡恩喺金榜邦卡家中浴室沖涼嘅時候，懷疑因為電熱水器漏電觸電身亡。家人發現之後，緊急將佢送往馬彰醫院搶救，可惜延至下晝3點50分不治。死者生前喺丹那美拉醫院工作，育有2名孩子。吉蘭丹州衛生局局長拿督莫哈門阿茲曼證實已經接獲相關報告，正調查死者觸電嘅真正原因。浴室係屋企最危險嘅用電場所之一，因為第一，濕度高，水會導電，如果電器漏電，電流可以透過水同人體形成回路，引致觸電。第二，皮膚濕，沖涼時皮膚濕透，電阻降低，即使好細嘅電流都可以致命。第三，空間密閉，浴室通常冇窗，通風差，如果觸電後昏迷，其他人可能好難及時發現。第四，電器多，電熱水器、抽氣扇、風筒、電動牙刷等都可能成為漏電源頭。中央廣播電視台曾經列出使用電熱水器嘅時候要注意嘅5大事項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第一招，唔買劣質產品，唔好購買超低價或者二手電熱水器。呢啲劣質產品通常冇漏電安全保護裝置，或者裝置已經失效，好易發生意外。買電熱水器一定要揀有信譽嘅品牌，同埋確保有水線、接地同漏電斷路器。第二招，定期檢查漏電保護功能，每個月檢查1次漏電保護開關。測試方法，撳一撳個測試掣，如果識得跳掣，即係運作正常；如果冇反應，就要即刻揾師傅維修或者更換。第三招，定期更換敏棒。自來水含有大量鈣鎂離子，電熱水器持續使用嗰陣，呢啲離子會附着並腐蝕內膽同加熱米棒。一旦內膽被腐蝕或者加熱管被腐蝕穿孔，就會有漏電風險。建議每1至2年更換1次米棒。第四招，沖涼前先切斷電源，邊沖涼邊加熱，會增加觸電風險。正確做法係先將水儲滿，加熱到指定溫度，然後切斷電源，熄大掣或者慢插頭，先至入去沖涼。雖然水會慢慢變涼，但係安全第一。第5招，禁止使用超過年限嘅電熱水器。電熱水器嘅使用壽命通常為6至8年。如果超過年限仲繼續使用，內部零件老化、絕緣性能下降，好易漏電。即使仲用得，都應該更換新機。除咗電熱水器，浴室其他電器都要小心。就係1，風筒，唔好喺浴缸或者花灑附近使用風筒，用完要掹插頭，唔好長期插住。
第二，抽氣扇，如果抽氣扇出現異常噪音、震動或者異味，要立即停用，揾師傅檢查。第三，電動牙刷衰刨，呢啲產品雖然設計成防水，但係充電底座要遠離水源，保持乾爽。第四，拖板，千祈唔好喺浴室用拖板，拖板唔防水，一旦濕水會短路甚至觸電。如果你發現家人或者朋友喺浴室觸電，記住以下急救步驟。第一，切斷電源，即刻熄咗總電掣或者掹走電器插頭，千祈唔好用手直接拉開傷者，否則你自己都會觸電。第二，用絕緣物分開傷者，如果無法切斷電源，可以用乾嘅木棍、膠棍或者戴上絕緣手套，將傷者同電源分開。第三，檢查呼吸脈搏，如果傷者冇反應、冇呼吸、冇脈搏，要即刻進行心肺復甦法 CPR。第四，打999報警，同時叫救護車。第五，處理燒傷。如果傷者有燒傷，用乾淨嘅紗布或者毛巾覆蓋傷口，唔好塗抹任何藥膏。呢單熱水器漏電奪命事件喺網上引發極大迴響，尤其係 Facebook 群組同討論區，網民嘅反應相當熱烈。有網民表示震驚，好恐怖，沖涼沖到冇命。46歲護士，仲要係醫護人員，都避唔到呢一啲意外，遺下2名孩子，好慘。有網民反思，我從來冇檢查過漏電保護掣，唔知仲屈唔屈？我成日邊沖涼邊加熱，原來咁危險，以後會熄大掣先沖涼。有網民呼籲，電熱水器用咗好多年嘅話，快啲換啦，唔好慳。買電器一定要買大牌子，唔好貪平。房署應該要定期檢查公屋嘅電熱水器。有網民理性分析，香港嘅電熱水器通常有水氣掣，如果漏電會自動斷電，但係都要定期檢查，確保冇壞。浴室裝修嗰陣應該要加裝漏電斷路器，同埋確保有接地線。根據香港電力線路規例，所有浴室嘅電熱水器必須經由水氣掣，即係漏電斷路器 RCD 供電。水氣掣嘅作用係一旦偵測到漏電，會喺極短時間內少於0.03秒自動切斷電源，防止觸電。如果你屋企嘅電熱水器係舊式型號，或者你唔肯定有冇水氣掣，可以揾註冊電業承辦商上門檢查。另外，安裝電熱水器一定要由註冊電工進行，千祈唔好自己 DIY。好，總結下今日嘅話題。馬來西亞一名46歲護士懷疑因為電熱水器漏電，喺浴室觸電身亡，遺下2名孩子。事件引發外界關注電熱水器嘅安全問題。電熱水器5項安全守則要記住：唔買劣質產品，定期檢查漏電保護功能，定期更換敏棒，沖涼之前先切斷電源，禁止使用超過年限嘅電熱水器。浴室係屋企最危險嘅用電場所，潮濕環境令到觸電風險大增，大家一定要定期檢查電器，唔好貪方便，邊沖涼邊加熱，安全第一，生命無價。我想用一句話總結：馬來西亞46歲護士沖涼而電熱水器漏電觸電亡，專家教5招防浴室奪命。你屋企嘅電熱水器有冇定期檢查？你沖涼會唔會熄大掣先？好啦，今日嘅港聞快快脆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港聞快快脆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